第72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將喺11月13日至16日舉行，將呈現7項精彩賽事，分別為澳門格蘭披治大賽、國際汽聯 FR 世界盃、澳門 GT 杯、國際汽聯 GT 世界盃、澳門東望洋大賽、Kumho 國際汽聯 TCR 世界巡迴賽澳門站、澳門4級方程式大賽、國際汽聯4級方程式世界盃、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、第57屆大賽、大灣區 GT 杯以及澳門路車挑戰賽。今年就係兩個都係好事啦，咁亦都係俾我哋一個挑戰。咁但係特區政府同埋我哋組委會嘅同事咧都好緊密一路溝通住。咁喺整個籌備工作咧都好暢順。全運會嘅朋友們咧都有機會睇到賽車啦，亦都賽車嘅車迷咧亦都有機會參與全運會嘅比賽嘅項目嘅觀賞啦。咁當然啦，喺工作人員嗰方面會比較忙碌啲啦。咁我相信大家都會好努力咁做好啦，亦都好趁呢個機會將兩個大型節目都能夠同時舉辦得好。本屆賽事亦將繼續舉辦親子嘉年華、車展、攝影比賽等周邊活動，將賽車節慶氛圍延伸到澳門社區。